咱们用这时光来到主面前，要开咱的心目，互咱会通看见耶稣，看见上帝的荣耀吼。开阮心目，互阮看见耶稣，为亲身体伊，也亲身来爱伊，开阮的耳孔，互阮会听见。阮较无记耶稣，开阮的心目，开阮的心目，互阮看见耶稣，要亲身体验伊，也亲身来听。开阮的心目。开阮的心目，互阮看见耶稣，为亲身体验伊，也亲身来听伊，开阮的耳孔，互阮会听见。开阮的心目，阮较无听耶稣。求主来开咱的心目，互咱搁较认捌伊，听见伊的声，搁较会通顺探伊。所以咱要用主的话，做伙伫遮来领受。没有啊。咱要来学了吼，这位上帝是公义的哦，是主爱，伊是赦免咱，是拯救咱。兄弟姊妹，你家己体会这位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哦？你会通家己感谢，家己学了，互你经历生涯基础的吗？伫哀伤的中间有安慰你吗？伫你找无路的时，会通引带你，为你伫旷野开道路，为着你伫沙漠开江河的主吗？咱承认咱有限，咱的软弱，恳求主来帮助咱，清去咱的内心，互咱的内心有换心正直的心。邀请咱做伙来祈祷，开声。哈利路亚，主，阮奉你名，恳求你来帮助阮。主，阮来到你面前。伫阮的心中所做的事，伫阮拄着困境无路通行的时阵，你为阮伫旷野开道路，伫沙漠中为阮开江河，搁互阮的罪伫十字架顶正做上做者，互阮的罪得着赦免。愿主继续引带阮伫所行的道路，充满伫主的恩典，拢有主永远甲阮同在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是信实的，你是公义的上帝。你要赦免阮的罪，洗清阮一切不义。你家己真做人，耶稣来到阮的中间，牺牲，互家己的性命真做人的赎罪祭，
阮因为主耶稣你的保护，好打亲近你的施恩宝座。你也愿意伫阮做罪人的时阵来接纳阮、赦免阮，互阮会通亲近你，为着要得到你的怜悯。愿主是阮祝福，互今仔礼拜，伫你的话、伫诗歌、伫祈祷的中间，阮的心目拍开，阮的耳孔拍开，听见你的话，阮的心就顺服你。祈祷恳求，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也这请坐，咱恳求上帝来帮咱，来医治咱，帮助咱。咱伫咱的各方面，咱是毋是要领受上帝同在？信的人有新约基础底因，阿门吗？讲信的人哦，你若无信就无哦。信的人有神机骑士随着，就是讲军队因伫因的生活中间，你会通看见，你会通经验。所以如果你若伫即几方面，你有需要上帝同在、上帝帮助，咱的长老用出于信心的祈祷，会当得到医好。毋是干那牧师、长老，你信的人，兄弟姊妹，毋是干那即个积分。你若一般的信徒，你讲我有相信，你毋通忽略你的祈祷哦。你的祈祷是有功效、是有气力的哦。你若有需要，这个时阵就会通站起来，咱做伙要来祈祷，咱要来经历上帝的同在、上帝的医治、上帝的供应哦。咱开声来祈祷。主耶稣的性命来到世阮的宝座前来祈祷。神上帝是阮的牧者，是阮的避难所，是阮的山寨。你是阮的上帝，是阮所有阿靠的，因为你要脱离阮一切的患难，甲一切致命的瘟疫。你要用你的膀臂保护阮，互阮要参与伫你的庇荫内。你的信实保护阮的盾牌，互阮无惊吓，免惊吓有阮中流行的瘟疫，也是帮助的。你要伫阮所行的路上，赐下你的平安，甲阮同在，你是是医治阮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。主，阮奉你名，同心自执伫你面前。阮用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你面前。阮用较无的心来到你面前，亲像落힘无溪水。伫这个世代有侪侪只的诱惑，侪侪只的瘟疫，侪侪只的病痛，侪侪只的疼你。阮需要主你的同在，互阮会通面对这个世代的变迁，你的主啊永远无改变。你的信是无改变，你的意志无改变，你是阮的牧者，是阮一切幸福的源头，拢无改变。愿主互阮会通用信心来进入到你的同在，信心进入到你的意志，信心进入到你的引带内底。感谢主，阮用信心来领受你所要供应的一切，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最后，咱要用为着主义来守望来祈祷，咱为着牧者团队，咱为着咱个人甲上帝之间有好的关系。这段的圣经有啥物款的话铺现伫你的面前吼？今仔无经文啦吼。耶和华是你的牧者吗？耶和华是互你倒伫青翠的草坡吗？耶和华伫迄个旷野中间，有人甲你三合同在吗？伫即个时，咱做伙有疏爽的所在来敬拜，总是真侪所在是无亲像咱来遐尼啊舒服，遐尼啊疏爽。所以咱搁较爱保守，用咱的敬虔的心来到伊面前，为着青年，为着咱所新选出的中级同工。知影家己的积分，按照上帝心意来引带这正会友。
为着儿童牧区，咱咧去做这儿童，就是为着明仔载，为着未来的教会，会通有一批这个受装备的这个新的青年，对囡仔就甲因培养，互因会通伫遮来亲近上帝。愿主来受恩所，咱开声来祈祷来。咱为着今仔日礼拜，上帝话要临到咱的耳孔，拍开咱的心窍。哈利路亚！主，阮用你名伫遮来祝福。今仔日礼拜拢充满上帝你圣神的同在。主啊，你的话无一句无带有亏待的。主，奉你名，阮来祝福。伫这个世代，阮的儿童，阮的青年，主啊，你来兴起这儿童，兴起这青年，诚侪明仔载的调酒，诚明仔载教会的这服侍者，愿主你来受恩所帮助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你是这个礼拜的主，你家己伫这礼拜中间来掌权。透过阮的学乐，透过阮的敬拜，你会使阮宝座欢喜，伫遮来设立，互阮会通透过主你的话开阮的心窍来明白你的真理，真理要互阮得到自由。安静阮的心，伫礼拜中间甲你相拄，开阮的耳孔，互阮听见你爱阮听的话。你是阮的主，阮的好处无在你以外。感谢主，求你伫礼拜大大细细的天书中间来掌权。你是阮的主，阮要学乐你敬拜你。阮也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当心来祈祷讲。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。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入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。因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
真尊主最大，我的神因为上帝，我的救主来欢喜。请咱做伙来吟圣诗第179首，荣光归伫圣父上帝，请起立吟全首。荣光归伫圣父上帝，荣光归圣家上帝，荣光归伫圣神上帝，荣光归三位一体，荣光荣光荣光上帝，荣光主到万万世。荣光归伫天咱的主，世人罪我无下数。荣光归伫小咱的主，甲主罪我万年久。荣光荣光荣光上帝，荣光主替人献祭，荣光乌罗到万万年前天使做甲임시，无权荣光无强无强，乌罗充满有丢丢。荣光荣光荣光上帝，万王的王到万岁。阿门。请咱同心来祈祷，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，你的正囝儿欢喜聚集伫你的圣殿来朝见你、敬拜你、阿罗你。你是天地主宰，你是阮的创造主。除你以外，咱无别个上帝。主啊，咱也求你来帮助咱，互咱中间有软弱的，会当勇敢向前行；咱心中有悲伤的，求你亲自来安慰；咱中间有重担的，求你来透放；求圣神亲自来引带，互咱时常活伫疼里，有团契的生活，以爱亲近主，逐工强读上帝的话，而且活伫上帝荣耀内底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咱感谢你，你赐予耶稣基督成做咱性命的救赎。因为耶稣基督死搁活，咱才会当徛伫遮来敬拜你，甲主有美好的关系。虽然头前的道路有乌云罩底，虽然有大石头在阻挡，但是咱相信一件代志，就是主的慈爱永远袂离开咱。凡事交托互主，听候主你美好的旨意。因为主，你是实实在在的主，是听人祈祷的主。主，求你赐予伫迦南教会服务师团，点一同工会友，拢会当领受主丰富佮慈爱的恩典，哪服侍，哪有气力，我靠主来过得胜的生活。愿所有荣耀拢归伫你。安尼祈祷，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门。求主怜悯，也愿祈祷。请坐，请咱做伙来吟圣诗。请咱做伙来启用伫圣诗后面启应文第41篇，启应文第41篇，以赛亚书第9章。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。生活伫死荫的地的人有光在照因。你互因的国家强盛，互因大欢喜。因因伫你的面前欢喜快乐。
亲像在受挂的欢喜，亲亲像在像在分分赠赠礼礼品品的的快乐。快乐。亲像你毁灭美电的军队迄日，你有拍碎因的白的担，讲断因肩头的棍，压压制压迫迫的的逼，逼，穿着这的军的，裹着血的军服，拢会做茶烧。因为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，有一个囝赐予咱，伊要负担国籍，伊的名要称作贤明的导师，全能的全能的上上帝，帝，远在天父，和平的君王，伊的主权无穷，伊伊的的和和平平无无尽，尽，伊要坐伫大庇的宝座，继承伊的王国。伊要用公平正义统治，对即时直到永远。这声万军的统帅上主一定会成全这个事。即是要请圣歌队来献诗，所要吟的诗歌是上帝若为咱。
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1章26到38节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1章26到38节。伊丽莎白怀孕第6个月，天使甲别个奉上帝差派到加利利一个城，叫做拿撒勒，去见一个在世女，名叫做玛利亚。即个在世女已经甲大比家一个叫做约瑟的人订婚。天使到玛利亚遐，对伊讲：平安，你是众妇女中间上有福气的，主甲你同在。玛利亚因为遮个话非常不安，心内一直在想，即个请安是甚物意思？天使对伊讲：玛利亚，毋免惊，因为你有得到上帝赐福，你会怀孕生一个后生，你着家伊号名叫做耶稣。伊会做大人物，人会称呼伊做至高上帝的囝。主上帝会将伊祖先大庇的王位予伊，伊会永远统治雅各的子孙，伊的王国无穷尽。玛利亚对天使讲：我还未出嫁，哪会有即款代志？天使应讲：信心要临到你，至高上帝的权能要指引你，因为安尼，迄个得要出世的婴仔是圣的。人会称呼伊做上帝的囝。你看，你的亲情伊丽莎白，伊虽然年老，嘛已经怀孕，要生一个后生。人讲伊袂生，毋过伊已经有生6月日，因为上帝无一项代志做袂到。玛利亚讲：我是主的女婢，愿照你的话伫我身上实现。天使就离开伊。以上，即是要请本堂由牧师来讲道，题目是将无可能转变做可能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请主伫我的生活中间有足侪无可能的代志，但是因为有你的介入，因为你的同在。所以，互迄个无可能的代志，拢有可能。感谢主，阮神的人有侪兄弟，就有经历真侪无可能，因为你的帮赞变成最有可能。愿阮伫心肝内所想的，检测即个时阵是真困难，但是伫你无恶正的事。愿主你通过你的话激励阮。互阮无放弃，互阮知影，因为有你的同在，啥物代志拢有可能。开阮的心窍，会通明白你的真理，互真理的话，想使阮开力向前行，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免。大家平安。伫你的生活中间有经历过，你感觉讲啊，这都无可能的代志，因为。好亲像变做咱的口头禅，对无？若甲你讲一件，啊，无可能啦！啊，你著还袂想，还袂做的时，你著先想讲啥？无可能。咱捌安尼举手者哦，啊，免举啦吼，可能包括我知啦，拢有啦，拢捌有安尼啦吼。9月23到10月7、8，今仔日伫中国的杭州举办啥？亚洲运动会哦，我有足侪项目。今年吼，咱的台湾吼有破纪录嘛，吼破迄个雅加达的纪录吼，所以有得到真侪金牌吼。其中一个咱看了足爽快，你知无吼？即个图你毋知有看到无吼？有无？吼，发生啥物代志哈？韩国队毋是伫欢呼讲，我叫我第一名，结果咧？咱来看这段影片咧，哦，我看几啊遍咯，感觉吼，最后一轮吼，伫溜冰吼，这是
这最后的溜冰的3000公尺的接力咯，来看一下有3个极限冲刺，稍微的加点力哦。哦，把对手其中有一个是咱的，发生什么代志哈？什么人第一名？台湾第一名啦吼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就骹先甲揪喙安尼啦吼。如果你的焦点啦看伫人讲我第一名吼，你可能放弃啊，敢毋是？所以看这个影片，互你感觉讲本来无可能啊啦，人第一名啦。但是呢，伫即3位陈彦成赵祖正甲黄玉玲，特别即个黄玉玲啦伊伫前一天伫迄个1000公尺的争先赛伫比赛，啥物人大胜安尼结果去后壁互人弄啦，弄了伊甲人压着啦，所以讲你失去迄个资格，所以怎啊开始流目屎啦。本来有机会得奖牌但是因为后壁该弄伊去人压，所以失去迄个机会。但是伊无放弃伊伫3000公尺的接力赛的中间伊最后一名，所以伊将目屎切切的所以伫遮伊开始去比赛，伊无看到讲韩国队讲我赢，差偌济0.01秒啦甲你的边仔讲无啥物无可能的代志啦。几年前咱的女子的迄个溜冰的赛嘛是安尼嘛，对毋对？韩国队嘛是韩国嘛是感觉因要赢结果咧，我哪会变第2个？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看到伫咱的中间，无到最后的时间，咱无放弃啊，阿门吗？有即2位玛利亚、撒加利亚，咱看到讲伫天使伫报消息的时阵，伊嘛感觉安怎？撒加利亚感觉安怎？无可能啦，阿婆生囝，安怎？真拼的啦真正拼有呢。所以你老来要得到囝儿，其实伊内底求足久，你知无？你若去看圣经，撒加利亚伊是一个真敬虔的，伊求足久呢。但是安怎？伊的心内有相信无？无啦，哪有？所以毋哪会下到。天使甲讲了伊虽然伊要求老来得子的啦，但是伊心内无相信。后来天使甲讲啥？因为你的心内安怎？无相信，所以下到直到洗礼约翰出世，伊才开始讲话。念伊咱来看，一个未出嫁、无通过性的关系，你讲我会通生囝，迄安怎？讲笑亏个对吧？所以因两个面对着无可能的代志啦，嘛是无应该啦。所以伫迄个时代的风俗习惯实在咱学伫想象所以今仔日咱看讲，因面对天使甲因讲平安玛利亚敢有平安？你若是讲你是一个未出嫁，伫当时的时代，伫今仔日时代，可能感觉讲迄个未婚生囝是安怎？真世上的代志，但是伫迄个时代，你知影啥无？爱面对啥物？可能爱往石头钉死呢。所以天使讲平安，主甲伊啥同在？伊有平安无？伊有欢喜无？你是咧开玩笑是无？所以伫这中间，咱有看讲无可能、无应该，伫迄个中间要怎来转变咱要来认捌这位上帝是啥物上帝？是互万项代志拢变成最有可能的上帝啊！如果你若捌经历过，你就知影讲，哇，原来我认捌这位上帝伫伊无安怎恶正会事的上帝。你若经历过一件两件，你就知影讲，这位上帝真牛，
好亲像咱咧加神奇的一刀要记袂？哦，迄个监狱长啊讲，你讲你的耶稣遐牛，也好，那安尼你一刀直直直线加出一个十字架，安尼我就帮你无罪。这位宣教师就经历，这位上帝，这位耶稣是安怎？互无可能变成最有可能，所以最后伊受偷放嘛。所以这个宣教师也是讲兄弟姊妹，咱伫咱的人生中，咱包括牧师经历足侪只的生涯技术，天气的，包括真侪只的，你若一件一件去经历着，你就会认捌讲，伫上帝无恶情的事。检测医生伫宣布，甲阮讲，即个兄弟爱准备倒转去办理后事，但是经过1点钟了，手术了，伊复原。大医生已经宣布讲，伊已经无效啊，恁好准备啊。但是，伫迄个妈妈甲讲，牧师啊，哪会安尼？抑阁是长老哦，哪会安尼？我讲我嘛毋知。但是咱做来祈祷，抑阁有主通课，会通改变，袂通改变，是因为伊毋是医生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会通真做经历迄个无可能转变真做有可能的上帝百姓啊无？甲你边仔讲，你会通经历哦？敢有可能？有啦吼！伫撒加利亚、伫玛利亚，因感觉讲，即个代志哪有可能？无可能的代志。如果若照咱家己理解，伫生理的方面，伫身躯的方面，无可能嘛。圣经甲咱讲啥？我已经老啊啦，吼！你有看到啥？我的某向你做伙啊！咱来读一遍来。撒加利亚对天使讲：我着安怎才会知即个代志？我已经老，我的某嘛遐济。伫遮咧讲，就是讲已经经过迄个生理期、迄个生育期、迄个自然生理，伊会通伫遮来生产的迄个期间已经过啊啦。妇人人若无经期，迄工厂就关起来，你知无？无法度生产啊。所以伫这中间，荷尔蒙也是迄个生殖系统哦，伊迄个生产的系统，这个机能已经拢无可能搁再创造，互无变做有的生命。你望看短这几句，其实后壁蕴藏的是啥？伫咱的身躯生理的中间是无可能搁再制作啊。总是上帝要改变，是通过对天顶宣布落来，然后咧，直接甲这人讲，互伊对无可能的中间，伊若相信，就要开始转变做有可能。所以上帝嘛差遣加百列这位天使去到拿撒勒，然后对我去以色列有捌去引导啦吼，伫遐有去一个礼拜堂。伫迄中间，即个天使甲伊讲，然后甲伊讲，伊将来要发生的代志哦。今仔上帝若先甲伊讲未来要发生的代志，你有相信啊无？还是你讲去？还是你无相信？拄我有讲，伫生理上，伫身躯的中间，生产是爱经过男女性的关系。总是今仔日咱知影讲，会当透过医学，透过啥？人工的受孕，但是迄个时阵无可能嘛，无迄个技术啦。所以今仔日咱想讲，圣神的怀胎就有可能哦，因为上帝上好的技术哦，上帝人工的不是人工啊，神工受孕啊，你知道？圣神的怀胎嘛，所以若照今仔日科学的技术、医学的技术是有可能哦。无性的这个生殖啊，所以咱有看到透过这个技术有可能，但是上帝伊是创造生命的源头，当然有可能。第二个是，咱若对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是违背当时
伊订婚啊，无出嫁，免哪有怀孕啦？除非安怎？除非甲人有迄个无正常的关系嘛。所以伫《申命记》的22章23到24节内底，直接有讲伊讲，如果若有迄个奸淫即个代志，因爱安怎？两个人爱脱喙，互人用石头甲钉死啊！所以你也想讲，天使加百列甲玛利亚讲平安哦，主要甲你三个同在。开玩笑，哪会安尼？你知影讲会面对死亡哦，面对石头钉死的，所以敢有平安？可能无平安。啊，佮叫我做的，互人误会讲我是违背即个伦理道德，当时的社会文化是无法度伫遐来接受的哦。所以伫遮咱有看到讲，这是无应该的代志嘛？哪会发生伫我的身上？第三，咱来看讲哦，天使的信息，敢有法度相信？一个超越你的理解、超越身躯的状况、生理的法则，无可能相信。所以，咱做来读这段话来。你会下到未讲话，一直到这个代志应验迄日，因为你无相信我所讲会实现这个话，因为你无相信啦。啊，你一直求，但是你心内阁无相信。兄弟姊妹，你知影这是啥物款？你咧求啊，讲上帝啊，你想事我啥啊？但是你心内无相信上帝会通做，白求的啦。所以咱若要求，你是讲上帝主权伫你，会当成袂当成，拢是你的主权。我顺服。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，无相信等于啥？无经历。你若相信信的人，就安怎新约基督对伊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伫迄中间，撒加利亚下到这段时间，我想并毋是歹啊。伊无法度甲人伫遐表达讲话，伊开始伊伫遐经历讲，哪会安尼？所以我相信伊会开始甲这位上帝有搁较深的一个交陪。伊袂通甲人沟通，却转变互会通专心甲上帝伫遐有好的沟通。检查伊会搁较侪的时间伫迄中间来祈祷。你有发觉无？你拄着困难的时阵，是毋是比你平常时祈祷的时间搁较侪？甲你的边讲，你是毋是安尼哦？我是啊。咱拄着代志的时阵吼，你可能会安怎？有一点仔埋怨，但是你会开搁较侪时间，上帝啊，迫切祈祷，甚至禁止祈祷，敢毋是？我相信撒加利亚伊伫迄个下到无法度甲人沟通的中间，有当时咱真侪时间是甲人讲人话啦，咱无法度甲上帝讲话啊。这个时间是伊安静，是伊通领受上帝话、上帝未来、上帝改变的一个真要紧的机会啊。所以伊恢复讲话了后，第一件代志是学了上帝。你来去看64节，恢复讲话，伊学了上帝。为什么？因为伊知伫这段期间，伊甲上帝有真美好的沟通。要安怎转变，在伫这位上帝。天使甲别咧甲讲毋免惊，因为伊知影伊心内底担心的啦。伊知影伊担心讲即个代志若别讲，然后约瑟知吧？腹肚一日大洞的嘛知。总是圣经内底讲即个约瑟是啥物款的人？是好人啦，是义人无爱当面伫遐，互伊见笑啦。所以要暗暗伫遐甲离掉安尼啊。但是天使就搁甲伊讲话啊，对无？即个代志是出于上帝。所以天使到玛利亚遐对伊讲啥？
平安，你是正妇女中间上有福气的，主甲你同在。拄啊，牧师已经讲过啊，你是上有福气的吗？但是这个代志真困难，真惊吓。得到大恩典也是讲啊，你是上有福气的蒙大恩的女子哦。对玛利亚讲，是强调伊伫妇女的中间是一个真要紧的特殊的地位哦。这个重点，互玛利亚受选成做身体肉身的耶稣的一个老母。今仔日天主教嘛有咧拜伊啊，当然这是新教为虾米改革过来其中一个代志，就是讲圣道的崇拜，是讲对这人的崇拜。面对有可能互石头钉死，天使甲讲安怎，毋免惊。人的法则总是上帝介入，互这个惊吓的变成做啥物？毋免惊。所以你拄着这无好的代志的时候，可能上帝嘛讲毋免惊，可能你即件代志特别有我无共款的意思。作者要伫遮来宣扬的主同在。作者要甲咱讲的代志，就是讲，即位上帝若甲你三甲同在，你面对即马可能无啥可能发生的，无啥可能会通完成的，因为有主的同在，所以互迄无可能、无应该，要变成做可能、应该。所以你也看后壁咧讲大笔的后代，咱拄啊读撒母耳下卷，拄啊读完对无？下记第7章有咧讲啥？我看恁的表情拢袂记啊。上帝甲大笔立啥物款的约？大笔的约，大笔的约，对吧？大卫之约有讲到啥？伊的国要永远的。所以耶稣出世是咧回应咱撒母耳下卷所读的迄个约哦。所以今仔日咱继续来读路加福音，毋是凊彩黑白读。所以，互咱看讲上帝透过大笔，透过伊的家族，咱若去看耶稣的族谱、家谱内底就真清楚。互即个救恩的计划，上帝应允一直到耶稣伫遮来实现。今仔日我咱人坐伫遮来敬拜上帝哦。所以，伊讲你是上有福气的，主甲你三同在。另外一个表示就是讲，今仔日你是一个真特殊的，上帝特别拣选的，伊要互即个救恩的计划透过你来完成。上帝每一件计划无共人，今仔要交托你，是毋是要伫迄中间会通直接完成？所以特殊的地位、特别的老母，总是伊伫历史上耶稣的族谱内底，是一个女性其中被纪念的。今仔日上帝是毋是呼召你，伫人的历史的中间，伫无共款历史的中间，嘛选择你，正做是迄个位置，一个真特殊的，要互你一个开创性的，要互你正做无共款的。总是你感觉足困难，你有要相信啊无？天使讲毋免惊，上帝已经施恩互你啊，上帝已经互你恩典到遐。过来就是你有相信无？相信顺服是互伊得到福气、得到命运的转变的一个真要紧的关键。为什么要顺服？是因为玛利亚相信天使所讲的话。意思就是讲，顺服是因为伊相信天使所宣布上帝爱伊伫伊生命中间所做的，毋是凊彩讲的。咱做下读来，玛利亚讲：“我是主的女婢，愿照你的话伫我身上实现。愿照你的话啦，愿照上帝你的话。中文的圣经讲情愿，我情愿啊！你敢是真正心甘情愿？上帝
交托你一个使命，你有心甘情愿无？咱受选做长职，你要上任的时阵，你是有心甘情愿去上任啊无？你有心甘情愿去领受这个职分，然后活出迄个上帝爱你活的无？你接受一个任务，上帝交代一个人互你，然后你去关心，你是毋是会当讲好？我甘愿，我愿意，愿照你的话，伫我的中间来实现。玛利亚的接受，是因为信心看见未来。伊若用目睭看见现在困难，那安尼无可能无法度成就。伊可能会看见伊的名声，伊看见伊的危机，伊看见伊迄个互人要用石头钉死的情形，伊可能就惊，伊可能就骹底抹火油，安怎酸了。但是伊讲愿照你的话，伫我的心上来实现。兄弟姊妹，这嘛在对咱讲，上帝交代无共款的一个任务你，你是毋是讲好？愿照你的话，伫我的心上来实现。最后一个，上帝话的关联是，互这件代志，互本来要互人立言，无公开伫遐甲互伊见笑。所以你若去看大笔的子孙，就是约瑟，伊是一个真好的人，伊会为着玛利亚想。总是上帝的话，上帝通过天使甲约瑟讲了，即个代志安怎？本来要甲立言，变成做啥？甲带过门，直到耶稣出世了后，两个人甲同房。所以咱有看到啥？因为伊相信上帝无将代志做袂到的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做来读来。强创对上主的话创造日月星辰，对伊的喙本会开造成，伊一个讲，宇宙就出现；伊一个命令，万有就形成了。万有就形成哦，是因为上帝话，你若去看创世纪，对吧？敢有遐简单，讲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所以。这个世界宇宙是用上帝话造成嘛？今仔上帝又将这个权柄交伫你的喙哦，你讲的话是有权柄的哦。当你讲的话权柄，你做一个主管、一个总经理、一个头家，你讲加薪啊，得安怎？加薪对无？哦，所以兄弟姊妹。上帝话，若互你的喙出来是讲啊，无可能，害啊啦，死啊，惨啊，安尼就来啊。总是你若讲啊，上帝啊，伫我感觉能力有限，但是伫你无恶正的事。人感觉讲无可能，但是上帝，我要挖靠你，就要正做有可能。所以对神知影讲宇宙万物是上帝造成的。所以对神，咱嘛相信，上帝透过撒加利亚，透过以利沙伯，透过玛利亚，才会见证，要甲咱讲一句话：我是全能的。上帝要互咱先看这个圣经，互咱看这个见证，是要激励你。可能你即马看的，你用你的眼光来看，讲我即马拄着这件代志，足困难。那靠我无啥可能，但作者要将这个见证，甲咱的焦点、咱的目睭带来到伫撒加利亚，因为伊无相信，所以下到直到洗礼约翰出世。作者要将咱的眼光，甲带到伫玛利亚，当伊伫行行的中间，天使讲毋免惊，可能这个时阵你拄着这件代志。你即马在惊啥？主的话要甲你讲，毋免惊，因为伫我无恶正的事，所以伊是互无变做有的上帝。可能伫你的经济，你在担心，上帝甲你讲，我是你的牧者，
我要供应你到也阁有剩，阿免吗？你若讲啊，一直用负面的想法，无法度欠缺，一直欠缺，那安尼就欠缺。兄弟姊妹，你将你的思想转变者，因为上帝要互咱透过路加，透过这医生，透过伊所写出来，伊所感动的，互咱看伊讲，这位上帝要伫你的生活、你的生命、你的信仰中间。互你也嘛会通看见讲，真正有可能改变。互迄个无可能、无应该变成做有可能、有应该。所以对咱来讲，咱咧讲全能的上帝，对无？伊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。咱每一遍定定咧宣告，敢毋是？但是咱是毋是亲像撒加利亚无相信？也是咱亲像玛利亚原照你的话？来成就伫我的身上。兄弟姊妹，咱相信上帝的话会当伫遮来转变你的命运吗？你有相信吗？你若有相信，你能停留伫迄个思考内底。你若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，是会通伫十字架顶改变你的命运，互你知影你的未来。要去倒位？昨透早6点半，哦，我互迄个电话，哦，惊醒安尼吼。通常若安尼半暝也是吼，差不多天曝光吼，迄电话可能拢无介好安尼。接着电话啊，咱的音乐者吼，简单音乐姊妹。望主温调啦！哇，我去遐看吼，真好看啦，哪像迄困动眠啦。上帝煞伊世间的劳苦90岁啊，长岁寿啦，长岁寿哦。感谢主，伫迄个困眠的中间，互伊无搁再有真侪下遮的艰苦。所以牧师透早了。要转来，爱准备咧，爱开始搁安静家己，然后准备啥？下到咱这新航路、新地cou伫遮咯，徛开者来，徛开者，哦，昨结婚啦哦，OK， 哦，请坐。你要爱转变迄心情咧，对无？安尼哦，变脸哦。与爱哭人同爱哭，与喜乐的人同喜乐。做无简单的，你知道？牧师如果若无上帝，应该是人格分裂症哦头一名哦。不过只因为有上帝，你知无？会当我面对什么款的环境咧改变时，我拢会通。无论是顺境逆境，爱记你的上帝是互你会通讲，无论是顺境逆境，你拢会通去面对上帝，阿免吗？所以玛利亚拄到这困境的时候，讲情愿照你的话啦，愿你的话伫我的身上来实现啦。哇，无简单啊！但是伊却是互人欣赏的，敢毋是？诚做耶稣迄个肉身的老母啊！愿上帝来帮助咱哦。咱用这首诗歌，咱要做伙来经历啊，上帝。伊伫咱的生命中间，要来转变，诚做有可能的。咱起立。我心尊敬我主最大为我来欢迎，我个秘密是我救我，万世公我福气，全力上帝。我
三甲来祈祷。主玛利亚尊你最大，你高升伊，互伊成做正女子的中间上有福气的。感谢主，当阮也愿意照你的话来行，顺服就得到福。愿主你是阮所透过你的话帮助阮，互阮的想法、阮的眼光是放伫全能的上帝身上，因为伫你无恶正的代志。如果阮也看伫阮家己的艰难、困苦、逆境，这个代志无可能伫遐来成就。愿主上帝，你透过作者伊要显明的，就是你的全能，伫阮的无可能，伫阮的无法度的中间，你要伫遮来成就，是因为阮相信，阮情愿。愿主你是阮祝福，帮助阮，激励阮，互阮照着你话去行，愿要互人称作上有福气的人。同心祈祷，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那这请坐。这是咱来奉献，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出于甘心乐意。如果你要无明白奉献的意义，请用祈祷来表达恁的感恩。